各位，歡迎收睇議樂新聞。現時社會都好關注大專生被屈機嘅情況，有調查發現，大專生被屈機嘅情況嚴重。佢哋覺得尋找被屈機嘅出路好困難。面對被屈機嘅衝擊，佢哋有咩感受呢？詳情交由我哋嘅議樂大專記者吳偉豪喺大學報導。喺大學裏面，屈機呢兩個字皆知學問。究竟而家嘅大學生知唔知道咩叫屈機呢？佢哋又覺得喺邊方面係最被屈機嘅呢？請問你知唔知咩叫屈機呢？屈機對我嚟講咧，就係功課嘅 deadline 啦，揀科嘅方面咧，要揀嘅科俾人揀晒啦。咁你覺得你喺邊一方面係最被屈機㗎？最被屈機啊，都係功課 deadline 啦。你覺得咩叫屈機呢？我諗俾人唔屈請食飯就叫做屈機啦。咁你覺得喺邊方面係最被屈機嘅呢？迷失方向。有學生表示，迷失方向嘅屈機係最難處理。當佢哋遇到呢方面嘅屈機嘅時候，大部分大專生都唔識得點樣處理，佢哋都會選擇無奈接受。你覺得你喺邊方面被屈機係最難處理嘅呢？我覺得好似迷失咗方向咁，因為喺大學3年入邊唔知做過啲咩咁。屈機籌委會喺大學做咗一項調查，調查發現有90%大專生感到被屈機，當中喺學校被功課同埋感情嘅屈機最多，佔咗80%。屈機大專王嘅意思係指而家好多嘅大學生都遇到唔少被屈機嘅情況，迷失咗方向，揾唔到出路。而校園生存攻略嘅意思就係希望可以透過今次嘅報導會，幫佢哋尋找翻喺校園裏邊嘅方向。議樂大專記者吳偉豪報導。豬交俾我報導嘅消息。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議樂大專團契將會喺10月10日星期五晚上7點半舉行，名為屈機大專王校園生存攻略報導會。負責人表示高度關注呢次嘅活動，詳情就由議樂大專記者吳偉豪報導。距離屈機大專王校園生存攻略報導會越嚟越近。近日恩福堂掀起咗屈機熱潮，參與屈機大專王報導會人數日益增加，估計可以達到500人。報導會負責人表示，希望弟兄姊妹可以一齊為報導會祈禱，又期望議樂大專嘅弟兄姊妹有合一嘅心去支持今次嘅活動。希望呢一次多啲弟兄姊妹一齊參與個報導會啦，同埋多啲為報導會祈禱啦。一班報導會籌委人員努力準備今次嘅報導會，佢哋喺6月21日開完第2次會議，過程中更加出現咗唔少火爆嘅場面。搞錯啊！笑啦笑啦，真係麻鬼麻，真係成日笑。有籌委人員表示，好榮幸可以參加今次嘅活動，心情十分興奮，好希望能夠帶更加多人信主，歸向耶穌基督。我今次參加今次報導會覺得好榮幸、好開心啊！希望可以帶到多啲人信主啦！另一位籌委人員表示，感覺到自己被屈機，但係對屈機感覺已經麻木，所以想搞反屈機行動。唉，又被屈機，不過算啦，唉，都慣嘅。唔得，你遲啲搞翻個反屈機行動先。呢次新聞報導完畢，再會。